你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敢有啥物其他的事嘛是去互咱台语影响，然后是用国语来改翻呢？动算呐，选前志愿就是好友谊动算。踹讲，差不多。踹讲，出来瞧，出来瞧。拍谁？我会讲拍谁。你会讲拍谁？对，拍谁，然后就是拍谁是台语，然后打出来就会变成国语的拍写这样子。有这种吗？好，你写。选举前一暗，小编原本伫咧等车准备返乡转票，人旁看选举公报，无意外就想到每一个候选人定着会发的一句话。规个人煞不知不觉行去到一个造势暗会的现场，莫非是互魔神仔牵去？喂，唔通后白讲话啦！既然来到这，就想煞来请教热情的选民，敢知影小编在想的是对一句？咱今仔日这个现场内底啊，你感觉讲，会上常用到的两个字是对两个字？两个字。啊无，我来讲一个哈，柯 P， 加油！巴菲，我爱你。台湾的选择不完整。热情的选民，稍等一下，我要问的敢若两个字尔啦。不过有影，这场的气氛真正热甲互小编记载袂条。边仔遮又搁一阵始终的支持者哪唱哪跳。我是南岛的小草啊。哦，你是南岛来的对啊？对啊。随你来，火里去。随你来，火里去。你多做嗨呢？你多是你劲歌热舞吗？对啊，我们跳应援曲。应援曲是无？对。啊，你感觉今仔日咱这个造势的现场啊，就是上常用到的两个字的是啥物字？动算呐。果不其然，来甲另外两位候选人的题，同款是输人毋输阵，若无这句话就歹看面。大声点，动算。动算。还有呢？算你吼。选前志愿就是好友谊动算。慢下，动算这两字，哪会生做这款言？小编真正好不甲问煞煞，赶紧来甲民众确认一下。台语吧，台语动算。应该是台语吧？你确定？华语吗？我无确定。动算这种算是国语翻来台语，啊，它是用动，就是抓国语的音，然后把它变成台语再喊这样子。哎呦，你真啊搞的呢，足厉害呢，你足了解呢。还好。所以你平常时拢伫讲台语。系啊，我拢讲台语的。好，你感觉讲除了这两个字以外嘛，是你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敢有啥物其他的事嘛是去互咱台语影响，然后是用国语来改翻呢？我们如果都觉得它很靠北边走的话，我们要把它颠倒过来，把87颠倒过来，就变。咱今仔甲时间先回头，转来去中昼的西门町，搁来问一寡少年家，敢嘛拢甲小编共款，做采访做到黑暗型，台语、华语懵懵分袂清。8+9啊。8+9。啊，你知道8+9是什么意思？其实也不是台语，就直接就数字的89。台语就是像8+9的意思。看起来真侪少年兄少年姊啊，搁唔知影8+9这句话的火车文，就是8+9的外音啦。其实小编的日常搁有真侪这款的。那比方说，平常你们在打赖的时候，然后假如说，你打错了，然后什么，就是你要道歉的话，你们是拍谁？我会讲拍谁。你会讲拍谁？对，拍谁，然后就是拍谁是台语，然后打出来就会变成国语的拍写这样子。傻笑。还有吗？喂，阿弟啊，拄则过年尔，咱就爱较食讲好话啦。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敢有其他嘛是像你做这个台语的音，然后来写华语的？嘛是真正，除了王部落啊、阿春的，还有卡皮嘛是啊，这嘛是。这是啥物？冰凉戏。满拢是钱，大家拢 happy。哦，伊就是迄个红包拢啊啦，啊嘛有春联，是同款的。所以这就是照咱台语的这个音嘛，算迄个拢是种。系谐音啦，台语的讲我唔知咧。啊，这嘛有啊，就是规个心拢是你，靠底啊拢是钱。
想袂到遮尔济台湾的华语词念起来，都那亲像是对台语照过来。咱来邀请台语专家罗老师。讲咱讲，大家吼时间瞧一下，看要安怎。讲这代志吼，爱要安怎瞧？爱瞧就跟华语，因为华语本来无嘛，本来咱这瞧是讲，我着想啊，迄个师傅甲我瞧一下。啊，这个瞧华语无这个讲法，所以即马华语嘛讲，我们时间瞧一下吧，哦，大家瞧一瞧，看怎么来处理。啊，像这瞧的真明显是对台语就跟华语的，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像讲有一寡细节讲法，甚至嘛就跟华语来，就讲老神在在啦。哦，什么软土生绝，这拢是老神在在，软土深骨，原来拢是台语。啊，我即马华语内面就直接改照起用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咱不知不觉吼，会两种话语吼，南咧用。其实，伫台湾各种语言互相套滥应用的情形，真正足普遍。总是咱就唔通袂记得着，遮个台语词原底安怎写，才袂树头徛无在，去拄着树尾做风台哦。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想要讲台语，煞定定唔知影要安怎讲出嘴，唔管是日常生活的清茶、徛鸡、啉食七，还是其他高深的科技博物、天文地理，就爱来锁定咱台语台的台语新词网站查看卖。台语台邀请台语学者专家，每月日讨论各种新闻、戏剧、甲生活内底出现的日常用语甲新词，要安怎用准确佮水贵的台语来表达，望大家台语拢会当讲甲自在佮煞泡。